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家事情嘅頻道。今集係我哋有關幸福婚姻系列嘅第3集。今日我哋嚟探討一個好多人都好有好奇嘅話題，就係點解有啲夫婦一開始非常甜蜜，後嚟就會鬧到離婚收場；而有啲夫婦從一開始就遇到種種挫折，或者婚姻途中遇到各種嘅風風雨雨，但最後都能夠幸福到白頭。而故中嘅玄機究竟係點嘅呢？其實我哋可以用史丹福大學心理教授 Carol Dweck 杜域克教授嘅研究嚟解釋一下嘅。佢專門研究成長心態 growth mindset 同埋固定心態 fixed mindset 對人嘅幸福快樂嘅影響。你可能都有聽過有啲相關嘅概念用喺個人發展上面，但係今日我哋就要傾下點樣應用喺婚姻關係裏面。簡單嚟講，杜域克講嘅固定心態就好似命運信念咁，意思就係你相信關係係天注定嘅，所以一係就係完美嘅配合，一係就點都夾唔嚟。至於成長心態呢，佢就好似一個成長嘅信念，將關係睇成為一個過程，可以透過努力學習嚟培養同埋調整改善。咁而家我哋就用呢個角度去拆解下呢兩種夫婦嘅現象。首先我哋嚟睇第一種情況。有啲夫妻一開始就非常幸福，但後嚟卻以離婚收場。點解會咁嘅呢？最大嘅原因係佢哋偏向固定心態。佢哋一開始嘅時候就將對方當成完美嘅另一半，或者命中注定，感覺一切都理想化、幸福爆表。佢哋相信如果關係係無風無雨，咁就係真愛。但係隨住時間而遇到生活嘅衝突、變化同挫折，咁比如經濟嘅壓力啦、個性嘅不合啦，或者外在嘅變故，佢哋就會想：哎呀，原來我哋嘅關係本質係有缺陷，我哋並非天作之合。杜域克嘅研究顯示，傾向固定心態嘅人容易害怕失敗，亦比較低動力去做改變，因為佢哋唔相信問題係可以透過學習或者調整去解決。結果蜜月期一過，現實挑戰就嚟到，佢哋就傾向放棄，覺得呢個唔係命中注定。然後就離婚，之後再去揾下一個完美嘅對象。研究發現，呢類人更加容易覺得失望同埋無力感，幸福嘅感覺好快就衰退啦。反過嚟睇，有啲夫婦一開始就唔係好完美，或者婚姻期間遇到種種挫折，但最後又能夠白頭到老喎。究竟又係咩回事呢？答案係多數佢哋都係傾向有成長嘅心態。呢啲夫婦將關係睇成為一個動態嘅過程，可以透過溝通、妥協同共同努力嚟發展。佢哋唔會將一開始嘅幸福當成永恆不變，亦唔會將挫折當成為失敗嘅標誌。相反，佢哋視之為學習同成長嘅機會。杜域克嘅研究指出，呢種成長嘅心態會鼓勵佢哋積極應對，比如去尋求婚姻輔導、調整負面嘅習慣，或者互相支持，從而讓關係更加緊密。即使一開始唔係好順利，或者中途面臨重大嘅挑戰，佢哋都會相信努力係可以改善一切，結果培養出更深層次嘅滿足感同埋韌性，最終維持長久嘅婚姻。研究顯示，呢類夫妻更能夠從挫折中得到正向嘅回饋，提升親密度同埋幸福感，離婚嘅風險亦都大大降低。舉個例，比如一對夫婦嘈交之後，佢哋唔會諗我哋冇辦法行落去㗎啦，而係諗我哋點樣一齊解決問題。呢個就係佢哋最大嘅分別。亦都好似愛迪生咁樣，佢發明燈泡之前係經歷咗好多次知道咩方式唔能夠令燈泡發亮，而唔係失敗。總括嚟講，杜域克嘅研究強調，心態決定咗夫妻點樣傳譯同埋回應婚姻中嘅起起落落。固定心態可能會讓短期嘅幸福變成長期嘅失望，而成長心態則可以將挫折變成為強化關係嘅催化劑。而好消息係，固定心態係可以轉向變成為成長心態嘅，因為大部分人同時係擁有呢兩種特質。關鍵就係在於認知嘅改變、擁抱挑戰同埋持續嘅練習。具體嘅方法包括相信大腦同埋信念係可以改變嘅，將挑戰同困難視為學習嘅機會，專注努力嘅過程而非結果，並設定明確嘅目標。杜域克嘅理論唔單止解釋咗點解有啲婚姻看似完美卻最後崩潰，另外有啲就喺風雨中茁壯成長。
仲俾我哋一啲實用嘅建議，就係夫妻要學習點樣培養成長心態，例如練習給予同埋接受配偶建設性嘅批評，學習共同解決問題，咁樣就可以提升婚姻嘅品質，讓愛情維持得更加持久。今集就講到呢度，你又有咩睇法？你同另外一半嘅關係又係邊種心態？請你留言話俾我哋聽。如果你都中意我哋呢段影片，請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。下集見，拜拜。